各位跑友，今日係2026年嘅3月，相信大家大部分已經完成咗馬拉松嘅最後嘅衝刺啦。但係問題就嚟啦，前嗰排長課越跑越多，個膝頭哥投訴好似去到而家都仲未完全恢復得晒喎。好多人一痛嘅時候就覺得，唉死啦，係咪又膝頭哥勞損呢？咁其實係咪唞完一輪先可以再跑翻呢？但休息完一大輪，感覺上跑多幾下個膝頭哥又好似好快痛翻喎。其實膝頭痛呢種現象背後起碼最少有4種病因可以說明到佢嘅。有啲痛你可以繼續跑，但係有啲痛其實你要即刻收掣嘅喎。今日我就會為大家拆解呢4個隱藏嘅痛症，同埋教大家自己點樣做一啲檢查去 check 下你嘅膝頭哥有冇問題。第一位係髕骨肌腱炎 （Patellar tendinitis）， 亦都被稱為跳躍膝，但其實好多跑手都會中招嘅。咁佢嘅病徵其實個痛點好精準，就會喺你菠蘿蓋呢個跟腱嘅位置。跑步初段嘅時間呢，可能佢會痛啲；跑順咗佢又會慢慢好少少嘅喎。但當你跑完嘅時候，落樓梯嗰陣呢，嗰種刺痛感又會翻嚟。咁佢嘅成因好多時都係因為咧你最近急劇咁增加訓練啦，四頭肌未有充分嘅休息同恢復，就已經到下一次訓練咯喎。連續高強度嘅訓練，嗰啲壓力就會累積咗喺菠蘿蓋上下嘅跟腱。自我檢查方面，呢個係我哋嘅菠蘿蓋，左右兩邊呢兩條坑線就係我哋其實膝關節嘅關節線。如果壓痛點出現喺菠蘿蓋下邊跟腱嘅位置，而唔係側邊嘅關節線上面嘅話呢，咁就有較大機會係出現咗髕骨嘅肌腱炎。咁如果喺呢個情況下，你仲跑唔跑得啊？如果痛感係3分以下嘅話，可以減量咁跑，但一定要加強肌肉嘅離心訓練。即係離心嘅分腿蹲，可以留意翻我哋上一條片講動態長度恢復術。第二位係鵝足肌腱炎 （pes and cervinus tendinitis）， 好多人都誤以為呢度痛，以為係內側嘅闊韌帶受傷。咁佢嘅病徵就係痛喺膝頭哥內側嘅下方，大約喺關節線下少少嘅位置。通常撳落去會有少少腫腫地，或者跑嗰陣內側會有少少嘢扯住咁痛法嘅。咁其實佢嘅成因就係因為呢個位有3條大腿嘅肌肉匯聚喺呢度嘅，即係縫象肌、股膊肌同埋半件肌。當如果你有扁平足或者你有膝外翻嘅時候，即係好似 X 型腳咁樣，加上跑步嘅時候屁股側邊呢個臀中肌唔係好夠力嘅話，對腳成日都內扣，呢個位就好容易會發炎腫脹。咁自我檢查嘅方法就係喺膝頭關節線以下內側少少嘅位置。如果有少少輕微嘅腫脹或者壓痛點，較大嘅情況都係呢個鵝足肌腱發炎。相反，如果係內側副韌帶嘅問題咧，壓痛點應該會同關節線水平，而較內側嘅位置。咁呢個情況下，其實你跑唔跑得啊？咁我哋會建議你休息2至3日。如果發熱嘅情況比較嚴重，可以配合冰敷。長遠角度嚟講，要避免呢個問題重複發生，要放鬆頭先上述講嗰3條大腿肌肉。要做臀中肌嘅肌肉鍛鍊同埋跑姿矯正，呢3樣嘢其實係缺一不可嘅。第3位係髕骨軟骨軟化症，即係 chondromalacia patelli。呢個亦都係我哋最常見嘅跑步膝。菠蘿蓋會明顯出現咔咔聲嘅聲響。咁佢嘅病徵其實就係痛嘅範圍比較深入，範圍亦都要比較大，好似就喺菠蘿蓋入邊傳出嚟嘅。最經典就係坐低起身嗰一下嗰陣。又或者落樓梯嗰個時候，膝頭哥入邊會覺得有啲酸軟嘅感覺，甚至有啲咔咔嘅聲響。咁佢個成因其實就係菠蘿蓋後邊嘅軟骨磨損咗，多數就係因為你大腿嘅外側比較緊。其實緊嘅地方唔係 exactly 個 IT band， 而係嗰個股外側肌過緊。內側嘅肌肉亦都相對較弱，令到菠蘿蓋容易歪向咗外側，呢個係較常見嘅。偏側而不斷嘅摩擦之下，軟骨會逐漸咁削薄。咁自我嘅檢查方法就係你可以試下呢個菠蘿蓋嘅摩擦測試 grinding test。你伸直腳嘅時候，用你隻手輕輕咁上下壓住嗰個菠蘿蓋，然後前後推動個菠蘿蓋。如果有明顯咔咔聲嘅時候，亦都感受到骨與骨之間有好似有啲沙粒喺度摩擦嘅話，咁你就好大機會患有呢個髕骨軟骨軟化症。咁如果你呢個情況下可唔可以跑啊？其實係可以跑嘅，但要盡量減低呢個斜路嘅訓練啦，同埋要做多一啲放鬆大腿外側肌肉嘅動作。
第4位係半月板撕裂 Meniscal tear， 呢個亦都係4個病症之中最危險嘅一個。咁佢嘅病徵多數就會係膝關節嘅地方好明顯有一個卡住咗嘅感覺，有時間行下嘅時候好似隻腳發軟提跪一跪咁樣。記住唔一定要出現嚴重嘅腫脹先係半月板嘅撕裂，因為佢亦都有機會會係一個慢性磨損嘅問題。成因多數都會因為喺膝頭哥出現一啲突然間嘅扭轉啦，又或者係長年累月退化性咁磨損。咁點樣可以做自我檢查呢？咁其實半月板嘅撕裂係比較難自己做檢查嘅。關節面嘅壓痛點其實可以代表好多其他嘅問題，包括退化性膝關節炎啦，又或者脂肪墊綜合症等等。咁最好嘅驗證方法其實就係留意下膝頭哥有冇卡住嘅感覺啦，卡住嘅時候關節內有冇出現劇痛，有冇行下嘅時候腳軟跪一跪嘅感覺，又或者係行路嘅時候關節有啲受唔到力，好痛嘅感覺。只要以上嘅病徵中咗2至3個，咁我哋就會建議早少少揾專業嘅人士檢查。咁你可能問咁呢個時候仲跑唔跑得啊？咁其實基本上就唔可以嘅，建議要先揾骨科醫生或者其他專業嘅人士檢查咗先，確保你嗰個半月板真係冇問題，先可以恢復翻你嘅跑步運動。咁總結翻，髕骨肌腱炎同軟骨軟化通常係可以邊跑邊醫嘅，而鵝足肌腱炎可以短暫咁休息，但係半月板撕裂其實就係一個比較嚴重嘅問題嚟嘅，要絕對休息啦，同埋要見專科嘅醫生。咁留意翻以上嘅動作檢查並非臨床上100%準確嘅，實際上都需要專業人士嘅問診檢查啦，先可以做一個專業嘅判斷同埋治療。咁2026年嘅跑手，我哋其實唔應該再係人云亦云㗎啦。人哋話搽下藥膏、碌下 IT Pen 就會好翻，其實就唔係嘅。AI 發達，應該要輸入自己嘅病徵病狀啦、受傷嘅過程啦，有較初步嘅判斷先開始作處理啦、恢復同埋治療。咁實際唔明朗情況下咧，其實應該要及早求醫嘅。我係物理治療師 Edwin， 祝大家最後衝刺順利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如果你覺得今條片有幫到你，記得俾個 like、share 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個 channel。Mana Healthcare 之後仲會有更多健康資訊同大家分享，希望可以成為你維持健康路上嘅好同伴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！